礼拜当中，能够以充满盼望、信心和喜乐的歌声来带领会众，来一同迎接救主耶稣的降生。我们要再一次感谢主啊！明天就是新的一年的开始，求主你继续光照我们，保守我们，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前面的脚步，每一步都是平安喜乐，也让我们越服侍越简单甜。将以下时间把钱交到在主里面，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姐妹平安。平安。伫这个123年结束，即嘛要新的一年，感谢天父恩典来甲咱引带，咱即时来开嘴大声来讹乐上帝。所以呢，咱就爱温困来做工，无听着苦，欢喜来做天父的工程。
各位兄弟平安。这时敬拜时间已经到，请用敬虔的心来静候上帝的话。不过，因为你丰盛的慈爱，我会当入你的殿，心存敬畏，伫你的圣殿敬拜。所有找你做避难所的，求你互因欢喜，互因欢喜出声无停，因为你庇佑因。愿遐意爱你的名的人，拢因为你欢喜快乐。396人，圣诗315首，圣诗315首，天父恩典真正大，请起立来吟全首。请坐，这时请同心来祈祷。全能至圣的天父上帝，愿感谢你，因为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四季的轮转是你奇妙的作为，通过时间的更新，互阮人类带来新的愿望甲着期待。主啊！今仔日是2023年的最后一个安息圣日，也是今年最后一日。愿满心感谢主，
伫过去一年中间，虽然有崎岖坎坷，有欠缺，有不足，社会也有淡薄不安，世界也有动乱甲战争，总是伫主的保守甲带领内面，互阮安然通过。阮要搁一摆感谢主，万权能的上帝啊！明仔就是新的一年的开始，教会有侪侪新的长老、执事甲各事工组织的会长、队长、组长，伫新的一年也有新的计划。求主赐予这个首长有属灵的智慧、勇气，来带领因的团队来推动新的事工，互教会哪来哪进步。全能公义的上帝啊！阮国家伫10几天以后就要选出新的总统甲侪侪立法委员。求主你的旨意、公义实行伫即个国家内面，互阮会当选出真正为国为民的领导者，互阮会当避免战争的威胁，百姓会当安居乐业。阮将即个事完全交托伫主的手里，愿主怜悯扶持带领。但即时将下面时间完全交托伫主的手里，愿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即时启用文第64篇，也就是雅各书第1章。亲爱的兄弟姊妹，毋通受欺骗。伊无改变，嘛无天体当时引起的影。亲爱的兄弟姊妹，就知因为人的受气袂当实现上帝公义的要求，所以就消除一切拉散的习惯甲惯满的邪恶。就实行道理，简单听道理，无去实行的人，家己详细看了后，一个离开。毋过，有得详细查考，互人得到自由，迄个完整的律法，阁有得坚守的人。因为伊有实在去实行。若有人讲家己真敬虔，是在欺骗家己。照顾苦难中的孤儿寡妇，对被上帝看起来，以上。这是三甲来中读圣经，记载伫旧约列王记上段19章第4节到13节。伊家己伫旷野行一日，来到一丛路顶树骹，就坐伫遐求死，讲：到遐啦，上主啊，但求你赐我的性命，因为我无比我的列祖较强。伊就倒伫路顶树骹困去，有
有天使来答伊讲：起来食。伊利亚一日看到头壳边有用热的石头烘的饼，阁有一盘水，伊就食就啉，阁倒落去困。上主的使者第二遍过来甲答讲：起来食，因为路要真远。伊就起来食，起来啉，靠这边食的力，行40暝40日，到上帝的山，就是何烈山。伊到遐入去一个洞，伊伫遐过暝，忽然上主的话临到伊，对伊讲：伊利亚，你伫遮在创啥物？伊应讲：我为着上主万军的统帅上帝大热心，因为以色列人弃杀你的约，毁坏你的祭坛，用刀杀你的先知，只有剩我一人。因要孝想我的性命，要杀我。上主讲：你出来徛伫山顶，伫我的面前。迄时，上主经过，伫伊面前有大阁强的风，山崩就立。毋过，上主无伫风的内面，风了后有地动，上主嘛无伫地动的中间。地动了后有火，上主嘛无伫火中，火了后阁有轻的声。伊利亚听见，就用外衫面出去徛伫洞口。忽然有声临到伊讲：伊利亚，你伫遮在创啥物？以上愿上帝祝福听有的人。这时赞美，今日要献的诗歌是祝福，请圣歌队。我兄弟啊，
这时讲道今日的题目是：你在这里做什么？你伫遮在创什么？请詹牧师。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搁一摆压头来祈祷。天顶的爸，献上感恩，祝你稳定疼痛真大，保守阮平安经过这一冬。伫这年中的时阵，阮回顾，祝你稳定真正真大。愿主你的祝福会当煞到明年2024年的时阵。因为过去的一冬，这冬的内底，我有信心仰望我靠主你，因为你保守阮有平安、喜乐、快乐。我嘛有这个信心，也确信主你伫新的一年，犹原安尼伫遐祝福伫阮的心上。当这个时阵，愿主你的神入到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毋但入正极以外，也会当伫遐来掌管带领。罗卜也伫这个所在，主你来恳求，求主你的神甲罗卜同在，互罗卜所讲的下面所听的，平平得到利益。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尊名，阿门。各位兄弟，大家平安。我的题目足特别的，迄毋是我家己想的。咱即档内底你伫做啥物？即个题目的所在，咱会当看第9节、13节，今日的经文的所在，拢有即句话。即句话内底呢，互我有一种的感触啦。做啥物？咱即年内底，咱做啥物？今日是退休传教者的即个纪念主日。我还未退休啦，但是伫即个所在嘛，共款伫即份的内底有即种的思考，即种的思考的内底就想着讲，对啊，互人来服务，咱做工去服侍人，咱去服侍人，互咱服侍的人，逐个人拢有满意嘛？一定有啦，一定会嘛。服侍的人做甲非常非常的忝的时阵，你想讲伊阁会去继续去做服侍吗？即个时阵要安怎？即个时阵要安怎？我用即个题目的所在，就想起就讲，因为阮伫病院内底有影过去安尼毋单讲即冬尔啦过去3冬的时阵阮的护理人员医生拢足辛苦的因为咱拢知影嘛，即马你看COVID已经降级啊大家有注迄个预防针的时阵咱即马得着病拢袂安怎，就袂较紧张啊，对毋对？咱即马有注到第几剂？迄个XPP 有注无？无好。伫即个过程的内底像拄一开始的时阵，记咧3冬前的时阵，阮做无输人的嘛爱去迄个负压病房去安慰这嘛是一个过程一个经历拢爱穿迄个防护衣安尼入去因为安怎？迄台北阿公店的迄台北都带无够就带到咱新竹来带到新竹来的时阵，迄一带拢3个月、4个月，我迄心情有够歹的。伊阁逐工阁验薰，袂当食薰对毋对？要安怎？阮的医生就讲好，一工互你一支，互你片，食饱了片，片到尾呢，才煞淡去，迄支薰我就收转来，暗时我就甲你收转来。第2工好去看你的时阵，阁互你一支，安尼，伊会食的物件呢，拢叫因厝里呢送来时阵我都毋知影，博士为怎要入去，就是因为伊，安怎？伊入去到内底。伊叫伊个囡仔送鸡肉来，甲迄赖达藏伫鸡尾水内底，安尼甲送入来，所以互伊一支薰的时阵伊就要安怎？伊要安怎？刚才阮迄拢有监视器呢，迄负压你甲我1点火会安怎？会安怎？所以互你人员一入去。绑咧紧甲绑起来，因为带3个月真正足辛苦的，病人嘛足辛苦的，护理人员嘛足辛苦的。为着安尼，护理人员、医生、护士，搁爱甲即个卫生所搁什物体育馆去注意讲啥，
口味预防下，哦，所以伫即个过程吼，有时啊，想想真正上帝保守，啊，毋过看起即个医护人员吼，有影辛苦的，即马护士煞少无啊，我即马足烦恼，医生嘛无，哦，就用阮即个迄个儿童医院的迄来讲，拜六礼拜的急诊，拜六礼拜的急诊，你入去吼挂急诊，上少等3点钟。急诊哦，毋是门诊哦，等3点钟。为怎样？毋是医生无看，3个医生伫遐3线伫遐在看。啊，因为即马身体市身体悬，所有的父母诊所看的时阵150，看了搁加支付负担，可能50，可能100。啊，我规矩我就来病院较好啊，挂急诊。会当甲你抽血，搁甲咱照 X 光，甚至有时搁甲你照 MRI、CT， 挂号费偌济？200、250。啊，你要去倒看？我去诊所，感冒药啊，3天5天食了无好，则叫你去大病院。我来大病院急诊，我一摕5天，哪有可能无好？检查搁详细，啊，你敢袂去？会无？会啊。啊，阮即马新竹地区的，咱的即个爸母吼，搁少年，科学区伫遮，搁少年爸母吼，足无耐心的，等3点钟，等3点钟，看不累啦。毋是对阮尔，伊知影我拢无效，伊就看不累，甲市政府去，市政府到卫生局伫遐安尼压落来，安尼，我有法度无？无怪护理人员少无人要做。即马毋是护理人员无尔咧，即马连阮的职业病医挂号下遐的员工嘛愈来愈少呢，嘛无人要做呢。为怎样？啊，即马世代吼生了少，少子化，老师就无学生好教，莫讲医生病院啊。讲到即个服务。服侍有影，人入到病院，当足其他医生、护士甲咱开刀，甲咱安怎？开刀甲咱照顾，健康出院欢喜。啊，但是呢，有个人吼来到病院吼，我嘛感觉足奇怪，因为我的行政人员愈来愈少，奇怪，那最近一直人有在转院啊离职，因为转院啊。拢爱牧师转院啦，大家离职个拢爱牧师，连医生拢共款。所以就问啊，恁若要离开，护理人员伊就想讲，啊，我着嫁啊，嫁人的话吼，有可能嫁到台南，我嫁到高雄，我嫁到台北，伊就嫁鸡随鸡啊，啊，你袂当动啊。啊，这行政人员，你直接做10几单啊呢？啊，是安怎要去离开？另谋高就。哇，咱就爱去了解原因啊嘛。哦，所以牧师逐工嘛拢爱去巡餐水，爱去各单位去看。啊，有一天啊，真正互我看到，去到1楼，迄批假挂号的，啊，批假挂号，人足济，人足济。啊，我较当讲的吼，原因重现啊，有7个所在啊，大概原谅。啊，就看啊，轮到迄个人，有一个阿伯来啊，啊，健保卡。就摕咧，来到柜台面诊的时阵，安尼等落，恁娘咧，你这什么病院啊？啊，互我等遐久，互我等遐久。你是迄个员工，你要安怎？你会安怎？你来病院是来带下体路的遐？我一看吼，无怪伊会离开啊！我一个月领你上加迄个工资27000几块，啊，病院毋是我开的，我何必在这个地方受气呀？我何必在这个地方受气？但是我看我的员工，足资深的，随时捡咧这个健保卡起来。插卡了，
歹势，啊，咱要挂倒一号？要挂啥物科？甲你写了，甲你挂了的时阵，佮甲你讲，啊，你若一科吼，行去倒位，对倒去行安怎？佮甲你放贷，佮甲你讲。咱用这种的心情去看的时阵啊，受咱服务服侍，咱足满意。服侍了无好，会安怎？足侪话。这是伫我病院啊，啊，咱教会呢有无？教会会无？我毋知影吼。啊，顶礼拜拄好圣诞节拄庆祝了啊，啊，庆祝是一时的吼。啊，头前啊准备工课无？爱无？啊，准备了安尼吼，到上尾无得到人的肯定吼，莫讲娱乐啦，咱讲哈利路亚，感谢上帝会当三甲庆祝这个圣诞节就足袂歹啊！但是咱有看到，咱为怎样常常会伫教会内底听起讲，哇，做甲流汗，互人嫌甲安怎？啊，流烂。所以，受人服务是一个真好的一项代志。但是，咱要服侍的时阵呢，咱要去甲人服侍的时阵，得到安尼的回应，你阁有迄个心去服侍无？会无？今日咱的经文的内底，以利亚，咱看伊第2节、第3节，到第4节。第2节的所在安怎讲？约西别讲：你以利亚，明仔载这个时阵，我无将你的头甲剁掉吼，我的上帝会当甲我刑罚。第二节19章第2节，咱看圣经。你以利亚听起了安怎？灰心嘛，对毋对？所以安怎？伊甲上帝求讲：上帝啊！我所做的工，无我的祖先学到，你取我的性命去吧，灰心失志啊！灰心失志。有影，即马的人，有时啊，咱看重咱家己尔。拄我讲到阮的员工，我嘛想讲要安怎来改变啦？要安怎改变？所以嘛。看一寡管理的册，啊，我嘛上一寡管理的课，啊，就拢叫这主管拢来上课。我有看到一本管理的册，啊，这个管理的册的所在，啊，这个管理的学家吼，叫做麦肯锡啊，吼。啊，伊呢就分享，伊讲伊定定互人大公司请伊去演讲，讲安怎管理，哦，啊，就讲了呢，有一个主管就举手甲问一个问题。问讲，员工是毋是公司上重要的资产？是吗？是。啊，有毋是的无？是因为安怎？毋是又是安怎？大家去思考，大家拢会当发表，伊拢有因的迄个讲法。啊，结果伊就互人问问题，伊就要回答嘛。伊讲，迄要看款。安怎看款？伊讲吼，即个员工伊的贡献度100分的话，伊就是上主要的资产。啊，即个员工伊的贡献度0，伊毋是资产，伊是负债，是公司的负债。啊，负债要安怎？你啊剁掉啊，无你公司就一直开啊，对毋对？是毋是？啊，看你的。看你的迄个贡献度啊！哦，听一个，啊，另外一个主管就要掠伊的毛病，讲哦，安尼我问你，哦，员工毋是重要的资产，员工做工课的时阵无功劳嘛有啥？苦劳呢？对毋对？啊，这个。管理者伊就讲，看
为怎样看看？伊比咧拍篮球，一场40分钟，几个人去哩？5个人。40分钟，你拍10几分钟的时阵，你拍10几分钟，啊，这个球员拢无得分，啊，你是coach，你是教练，你要安怎？你安怎？你毋是会甲换落来，对毋对？拍篮球呢？啊，你无得分啊！啊，你袂当讲伊无考落啊，但是你无对球队无贡献大啊，是毋是安尼？对啊。第三，一个人又搁起来，安尼啊，恁公司敢有甲人 fire？ 伊就讲无甲人 fire， 啊，逐个拢笑啊。但是伊继续就讲，我无 fire， 但是我有甲你支钱。支钱的意思讲，我算互你，但是我无需要你。我算互你，我无需要你。所以伫即个服侍的顶面的内底，咱看去以利亚用咱即马的思考的方式的内底，无怪伊做了足辛苦的。为做辛苦，敢会？你看哦，列王上卷17章开始就讲伊的代志，到18章，18章是啥物？咱的印象是啥物？先紧看一下。18章的时阵是啥？伊一个人拼几个人？450个假先知呢？约西别的王后，伊的迄个450个呢？伊早做安尼丰功伟业，对毋对？一个人拼450个，啊，到19周尔，随时就安那失志的。咱即摆人拢讲，我做过啥物代志，做过啥物代志，敢毋是？对毋对？啊，做这代志的时阵，无怪你看吼，咱即摆人讲，我做这服务的代志，咱的眼光拢变成做是啥物？拢自我啊！18章的时阵，若无上帝的权柄，对天降雨水来，以利亚有法度行吗？无法度嘛。但是以利亚有尽伊的本分无？有啦，对毋对？这就是上帝甲伊所在的同在的所在啊！啊，伊所做所行的时阵，伊安尼，伊非常讲，我做这一切，竟然安怎？约西别、亚哈王做王的人，嗰啲以色列的国王，竟然带了变势无敬拜耶和华上帝。我做一个传教者以利亚，竟然伫我的本分的内底，无法度对这个国王有影响，所以心安怎失志啊？毋是讲我做偌大的事业啊，是看起讲伊的积分的内底。伫这个过程的内底，咱看起讲，无怪伊讲出外性命，出外性命。啊，咱即摆人吼，我做较济无功劳嘛有考劳，拢想着咱家己，想着咱家己的时阵，无怪咱家己甲咱的积分吼，即个角色吼，拢常常安尼啦 miss 去，混乱去啊。无怪，互我想着有一个俗语啦，人当争啊，不当耕啊，听有吗？人众化妆，人当争，不当耕。火，迄个不啦，火当耕是安怎？哦，这个有偌重的不啦，看几个人耕嘛，伊的分量嘛，是毋是安尼？人当争，不当耕嘛，3分人7分争嘛，人拢看啥物？人拢看外表啊呢，对毋对？所以心内无啥互人起啊。北内无米，无人义啊！有听有嘛？
没有好的衣服，没有穿好的衣服，外在不好看，人家就跟你直接就被人家欺呀、心，身体的心哪无伊，互人欺呀、北来无米，里面没有内涵呐、无人疑啦，没有人质疑啦。人都看外口嘛，看外在嘛，所以莫怪吼，心歹无人知啊，对不对？嘴歹上厉害呀、变来一堆啊，对不对？对啊。所以华语一句话讲：知人知面，不知心。所以咱即摆拢看做是啥物？看你的表现，看你的安怎？但是无想到讲，伊也毋是干那看表现尔。伊也是讲，我这个积分要带人入捌上帝，结果国王你有一国之尊，你有这个权柄，竟然无带领，佮这个信仰是你的呢，传承落来，你是以色列的国王的，结果伊所做的工无啥物影响，莫怪伊灰心失志。灰心失志的时阵，咱看起上帝安怎回应？上帝安怎回？叫伊先休困啊，对不对？叫伊先休困，了呢，叫伊先食饱，对无？了行40日，来到我也迄个西奈山，我搁一摆甲你护掉。我搁一摆甲你护掉，所以你看起第9节、13节，无怪在呼叫、招伊的时阵，伊安怎？伊的心本来就灰心的，但是咱看起上帝真正会保守甲带领，上帝会怜悯啊！来，你徛出来，徛伫我的面前，徛伫面前的意思是啥？搁一摆宣誓的意思。我搁一摆甲你护掉，你当初护掉你的迄个啥？一开始的初衷是啥物？因为安怎，咱会当看起食饱、困饱，意思讲，伊做工做甲足辛苦的。伊离啊做工做甲足辛苦的时阵，无怪伊灰心累志，肉体上的软者影响伫伊的心智啊。佮安怎？第20节的所在，约瑟别伊安怎讲？甲伊威胁无得惊啦，对毋对？但是威胁甲讲要剁你的头啊，威胁性命的威胁的，无怪人会惊啊。所以伊服侍甲哈尼久长的时阵啊，上帝的怜悯稳定去了，你去休困。40暝日你休困，这个我拢甲你备办，然后定心来到我的面前，安怎？定心契约，定心契约。有影，伫以利亚伊的生命内底，伊失去伊的方向，伊无清楚伊伫倒位，伊要做啥物代志的时阵，无怪伊安尼，但是上帝佫甲伊护掉。所以你看吼，有风啊。地动啊，这顶的内底，我有伫遐无？我上帝有伫遐无？这是我创造宇宙的万物，我是创造万物的上帝呢。我有伫内底无？无。我摇花伫倒位，一个细声伫你的心内甲你讲的，甲你呼叫呢，甲你呼叫，你伫遮创啥？我伫你的心内呢。求主的怜悯，互咱有一个思考。我搁一摆甲你呼叫出来，转去，你看去18节的所在，19至18所在，你转去做你的工课，去立什么人做什么人，做倒一国的国王，然后你搁训练你的学生以利沙，你搁去训练以利沙。所以看，当伊软正软弱的时阵。上帝佫护调伊出来做佫较大的工，
伊丽莎得到伊的气力2倍呢，对毋对？咱会当后壁一直看嘛。伫遮感觉我足无效的时阵，反倒才互上帝安怎来使用呢？毋是我有啥物学位，我毋有啥物才调，所以我才来做工呢。啊，即话互我想到一个事啦吼。伊讲人生，人生只是一盘棋啦，人人代表一只棋啊。做将做事无了时啊，只有城堡来等死啊。小子啦，过河冲城炮啊，小子啦也会变英雄啊。机卒直冲炮背山，马来逆上啊，马行逆啊，像惊蝉啦。甘愿做卒毋做将啊，老艺的确较实在啊。老艺的确较实在，若要等无属来保护吼，只有等死无了时啊。即句啊，小子啦也会变英雄啊。毋是单单做啥物，你要再来安怎？毋是啊，上帝会紧调好调，重新互你开来的时阵，是咱无法度想象的感事。但是上帝知影咱的情况，所以伊一步一步甲咱装备，甲咱带领，互咱清楚了后，安怎？清楚了后，佮继续做服侍上帝的工作。所以服侍的意义伫什么人的手中？上帝的权柄内底嘛。上帝的权柄内底啊！所以你看，咱虽然是看到14节，你看15节、16节的时候，你回去，我伫遐准备7000个，毋捌对巴力归伫遐的人，甲你同工的，毋是干那你一个人尔呢。服侍的意义在伫上帝啊，所以有需要咱去讲东讲西批评吗？有需要吗？求主怜悯，互咱有即种的看气。咱第即份是甚物？有影，咱做服侍的时阵，有关山，有低谷，有艰苦，但是这你看去，上帝一伫遐。对以利亚内底，伊做服侍，伊无孤单，上帝甲伊伫地。所以上帝叫伊到伊的面前的所在，提醒伊的是啥？提醒伊讲，你的积分，毋是你所想的安尼啦，毋是你所想的。所以伫这个过程的内底，上帝伫有怜悯，有医治，有搁带领，搁赏赐。安尼，咱伫遮做啥？所以我用一个例甲大家分享，这个例虽然咱一直讲起积分啦，咱是牧师人，因为较济所在就是对阮病院医生的勉励。拄好看去一篇的报道，伫迄个健康杂志的内底报道，这个医生伊即摆应该是台北联合病院的院长黄胜坚啦，伊的分享。伊讲伊少年的时阵伫迄个台云林的迄个分院伫遐做外科部的部长因为迄病院细间细间的时阵，虽然你做部长，你嘛是爱搁值班干那门诊尔带病的病人，你嘛要搁去急诊的所在去值班啦。伊讲伊一工，伊的分享啦，伊讲一工的时阵，伊伫急诊值班的时阵有个一个三姊妹杀因爸爸来结挂急诊啦，这三姊妹大汉的高中，第二国中，细汉的国校就送因爸爸来急诊。挂急诊的时阵，拄好这个黄医师伫遐值班，就来检查了，一看讲赶快插管，
插管，吼，啊，个校外的迄个查某囝讲，伊就动起来讲，不行不行，不行插管。啊，大家讲，啊，黄医生，啊，你杀急症来，为怎毋插管？啊，无要安怎救？无要安怎救？对毋对？因为你来急症就是爱救啊。大汉查某囝讲，才解释讲啊，医生是安尼啦，是安尼啦。因为5工前啊，5工前，阮办理出院，阮爸爸吼足望会当转到厝来往生啦。无想到讲转到厝吼，这4工外到5工啊，还未往生啊！啊，阮3个姊妹毋知要安怎，所以呢，佫送转来病院啦。啊，阮的护理人员嘛伫边仔嘛，听起咧安尼了，啊，就甲迄黄医师抽去边仔。黄医师不能收哦，这个病人不能收哦，进来又不能治疗，啊，等一下又要出院，不能收哦。诶，这黄医师就心头啊就足有压力的，为怎样？咱一般人讲啊，我着送急诊。啊，若无法度救，啊，阮就出院，对毋对？是毋是安尼？对无？系啊，啊，咱就安尼想，啊，你有想着讲，因医生护士要做啥无？你入来病院时阵，爱救你一定爱有病历嘛，爱有迄个程序嘛。啊，若无迄个程序，就到时你若过往的时阵，啊，啥物人负责？啥物人负责？啊，医生负责，啊，医生要安怎写的？是毋是？无毋对啊！迄配合的代志工课，迄护理人员提醒啊，一入一出，一进一出，你爱不死人呀？黄医师，你爱不死人啊？哇！黄医师啥？他想一个10几分钟，要安怎做决定啊？要安怎做决定？啊，只好这个医生甲这护理人员点一个头。歹势，我嘛是阁要收，因为我是医生。收啊，入来了吼，就开始互氧气啊，互创啥，无插管啦，都氧气。有影，叫阮护理人员遐尼资深啊，伊护理人员足资深的，2点钟了后，这个老爸过身啊，过身了要去倒位？安息室嘛，要去地下室。啊，所以呢，这个一手牵一个妹妹，啊，就送爸爸的迄个病床，啊，就要去到地下室。经过这个 station 的时阵啊，这3个姊妹啊，直接扣咧，带2个妹妹跪落。对 station 磕一个头，直接讲话，谢谢叔叔阿姨，没有让爸爸死在厕所里。规个 station。那个冷酷冰酷共款。你好，带咧2个妹妹，就甲爸爸送到太平间去。当这个黄医师伫班要下班的时阵，迄顶护理人员对这个黄医师点一个头。讲，今日互阮上一个课，我毋知影讲阮穿白衫的，不单单爱照顾病人以外，嘛爱照顾伊的家属。对黄医师足失礼。我用这个礼的所在，伫遮甲大家分享。医生伊的积分甲护理的积分啊。
伊尽伊的本分积分的时阵，咱看起的是啥物？咱看见是咱的想法尔。所以有真济的批评也是论断就出来啊。有需要咱去做批评甲论断吗？或者说讲较歹听，有需要做结论吗？还是分析吗？有需要咱去分析吗？今日是退休传教者的纪念主日，我用以利亚这个例来去看去退休的牧师。70岁退休，伊70岁之前，上帝呼召伊去成做上帝的奴仆，伫遐来做服侍，伫教会内底做服侍，好歹上帝只有论断。伊要去倒位做工，上帝差遣带领，照着咱可能兄弟姊妹中间会改变，也是安怎意见，所以伊换无同款的所在去做服侍。但是伊所做的工，上帝有离弃伊吗？无啊。当伊需要软只的软弱、肉体上的需要的时阵，就像以利亚，上帝搁差派该养饲的。啊，咱70岁的牧师退休了，伊要安怎去？咱的思考是啥物？咱的思考是啥？求主的怜悯，上帝的心伫咱的心内，互咱有即种的看见，甲有即种的感动，安怎去回应上帝？然后咱搁看见咱伫教会内底的积分是啥物？这人真济的话语，咱拢会当听去，有可能，嘛会当看去。但是，咱伫咱信仰服侍的呼召的内底，上帝对咱的呼召是啥？求主怜悯，看过三个阿头来祈祷。天顶的爸，献上感恩，恩典疼痛真大。伫这个年中，阮搁一届回顾，你真正恩典，伫阮心上的恩典非常非常的多。愿毋望阮所领受的，会当分享伫阮周围的人的心上。特别分享主你会听以外，也会当分享主你的道理，搁互较侪的人来明白记着主你。阮安尼祈祷感谢，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尊名，阿门。三个来应答上帝话，来唱回应诗510首，温困做工，无嫌劳苦，请起立，吟全首。Amen.
请坐。这时来奉献，回应上帝的恩典，请出现同工。起立。亲爱的主耶稣，今仔日是一年上尾的一天，阮要来大大感谢你。今年自头到尾，你赐平安，互公园教会每一个兄弟。阮期待新年的到来，有新的恩典，有新的祝福，相信一年比一年更较好。现今，阮奉献淡薄金钱，做圣工的路用，望你接纳。愿安尼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坐。报告大圣，先来欢迎几位新来的人客。第一位万明德，有伫咧遮无？欢迎，伊原来属伫龟山长老教会，吼，欢迎。只是来报告。第一点，本主日是退休传教士奉献主日，欢迎詹牧师代表请安报告。咱原下拍破啊，感谢。然后礼多人不怪哈，虽然很熟，第二点，下周主日。2场礼拜中要举行圣礼典，请兄弟有准备心参加。第三点，下周主日伫台语礼拜中要举行长老执事甲各事工团契首长就任。长老有陈美生长老、辛白长老，执事有李信民、黄太一、刘孝先、苏家豪执事，其他团队的首长请家己看吼。一定尽量
做一摆出席吼，无会逐摆拢会过来举行一个就任安尼。第4点，文图培育组既要真理造就课程开课，报名请往敬会干事。周六成长小组在每周下午的4点半到6点，在607教室。周日的成长小组，伫礼拜日每礼拜上午10点40到11点40，地点伫701教室。第5点，会籍专有杨祥伟、郑雅慧、杨恩硕、杨彦哲、杨典浩，唔知有伫中间无？哦，华语的吼，好，我们欢迎他。补充一下，明仔就是新年了吼。那在下个礼拜再见面的话，可能要恭喜又恭喜不到了哈。好，咱即马用1分钟互相恭喜一下新年快乐哈。好，咱来吟祝福车恳的诗歌398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吟诗说，请詹牧师来祝祷，请起立。亲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我将恁下伫上帝的恩典、慈爱、甲保护的圣手当中，愿全能的上帝、爸囝圣灵的恩典，伫你之上，对今日直到永永远远无煞。阿门。请坐，默祷。